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咱来南投，南投最近这半冬为着焚化炉来起冤家。南投要起焚化炉，起在倒位会较好？惊讲大恶性这个毒物向咱地方飘飘来散播。县政府讲，你放心，元朗会处理甲好。但是技术的层面，敢有通好来说服？今仔日5位专家甲业者到底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南投县民间乡乡长陈汉立。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中国国民党南投县议员黄世峰。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看守台湾协会秘书长谢和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第万物律第行的插地师熊成钦负责人。大家好，我是查万物论的做地师傅熊成钦。那么第5位在线顶的是暨南大学国际大学的土木系终身特聘教授蔡永斌蔡教授。大家观众好，我是蔡永斌。好，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这是什么代志？在南投民间乡的地农甲民间的团体，顶日啦去到县政府来陈情，因要求保护在地的地壳，莫起着焚化炉。啊，若有民间乡客做的这个地米，出名的手烙的这个茶的品牌，伫台南客用着地米产区咯，嘛引起了这件代志呢，互大家真大的讨论。没有茶婆，拒盖民间焚化炉。南投县民间乡的地农反焚化炉自救会甲其他环保团体做伙发口号，要求县府唔通伫民间乡起焚化炉，这是真正咧守护地产业。地农业批评县府甲民间围做地定农业区，说要伫遮起焚化炉。在这个农产品产地设置了一个焚化炉，这里的所有农产品的销售会冠上产地有焚化炉。环保局家嘛要报宣传咱的南投的好地，好啉都香，这我会真认真。南投民间有医师嘛表示，民间的地形会互污染物真歹散去。2022年的资料嘛显示，民间人得到气酸感的比例是全县第2悬。希望县府唔通伫民间设焚化炉。医生的立场，甲一般人较同款，都是反对，因为焚化炉一定会产生带恶心。县府还有环保局，一切就是依法办理。那也期待民众能够理性的看待南投的垃圾处理的问题。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指出，针对民众的诉求，会纳入后续的环境影响评估，进一步讨论。丁树雄也由专家做严格审查。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他早看这个小小的影片吼，我互大家小恢复记忆一下。对1979年开始，咱台湾就有出现着大恶性的事件，是台中彰化的米坑事件。那么乃至到1982年，伫台南，抗地啊，就咧烧废五金，大恶性。1999年，这个注意咯，木沙的焚化炉内面出现着烧着大恶性。99年，2005年新化，甲线西，因为亚能，嘛大恶性。2006羊啊，在南口，爬山迄羊啊，毋是咧生迄个毛线迄羊啊，嘛大恶性。2009大寮饲鸭的嘛丢掉。2017，桃园新竹苗栗。甲新北市拢丢掉，亚能拢大恶性。2014年到当为止，还佫有真济所在其实是无化验出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大恶性这项物件无一定
吼，这万恶的罪魁是焚化炉，但是在咱环境当中拢有啊，咱必须爱来提高警觉。所以焚化炉这项代志，我先讲哦，阮这节目唔是赞成或反对，我是做一个平台，互大家来讨论。吼，就技术的层面，我先等一个地方。若要烧，我所知影科学地界来讲，爱烧到1000度以上，才会烧到拢无去，烧到变硫化物，吼，才来分解。啊，无即马是烧到差不多800度，啊，迄个花粉吼，Q 的，啊，用一个黏剂啊，个黏黏的，啊，个带起来。哦，我所知影是安尼。啊，但是摆起来就哦，这个 PBN 足低，无问题。我要先问乡长，您主要反对的理由是啥物？谢谢主持人哈。我们反对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程序上的问题，因为迄当阵旧年的时阵，县府来咱公所拜访，哦，我嘛甲讲，你要做处理粪扫这个问题，哦，咱是希望讲你会使公开透明，就是讲是安怎你选伫咱民间乡，你至少要互咱一个很。所以旧年来找你的时候，就是讲我们当家做。对啊。那然后因互外界的理由是讲土地好取得啊，加上交通方便啊，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原因，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啊。为什么？因为伊那不是黄仁勋啊，不是黄仁。对了，因为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民间人也是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垃圾是大家的问题嘛。好。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也跟县府反映，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个焚化炉南投县这么大，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真的适合的地方，来盖这个东西嘛？那如果你今天评估，你认为不适合，恁民间乡不适合，理由是啥物？都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全台湾最大的茶的产业就在民间乡。县政府讲无好啦，你看，你目沙离这个焚化炉个3公里啊，人伊验出来的冠军茶，目沙吼，我当然是不想要去批评他们，但是目沙确实它的泥土里面有验出戴奥辛嘛，对不对？它是微量的，大家都说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下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目沙的没落，尤其是这种包种茶，就是它原本300公顷，现在已经不到80公顷了。那我问你，那这些农民他们跑去哪里种？所以你说，所以你惊恁民间乡的产业会使败落去？一定会败落去的，因为昨我去99重阳一个活动，一个阿嬷就甲我讲啊，你爱去甲农业部反映，因为安怎讲，今年的这个雨安尼落啦，基本上民间这几年的地已经无好种啊，因为极端气候的因素啊。那民间火水上高，然后过来一点就是讲，你看的八卦山台地，它是台地，所以它的海拔是在200至300公尺，它是一个很高的台地。那刚刚好这支焚化炉就是设在八卦山的最南边哈，我有带一张图来哈，我大概稍微镜头看一下。对，它这个就是说今年年初的时候，环保局当然了，泡地的哈，来我镜头看泡地。环保局他有来跟我们讲哦，那他自己去做了一个空气的模拟图，就是说这些排出来的这些排放物会往哪里飘？那我今年的时候，我也在里面讲说，你这个东西你都要公开，让乡民知道说你到底在做什么研究。你看到是红红的这一片，这一片就是在整个八卦山的茶区，红红的这一片呢，对，就是在这个八卦山的茶区。按照改水，他都说在容许范围之内啊。是。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我先讲我有打电话真巴结。打电话找县政府，县政府讲无用啦。对，我都来所以我是今仔日我某种程度，我扮演甲议员同款，我变做甲你质问啦，可以。我必须要安尼讲，无我是随叫丢掉去，来请。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都是说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以内啦。那可是我们就是这几年来或许因为大家对民间不是这么的认识，现在我们全台湾有16000间的这个手摇饮，
哦，我今天只是列举几间，哦，在这上面就是说，其实这些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哦，像你在全家啦、Seven 啦、哦清新福全啦、哦这些 T-Top 茶的魔手啦，哦，它基本上大概有80%的基底茶，东林家善，对，都是从我们这边来的哦。然后你看到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说现在的台湾之光已经不只是台积电了，哦，你看到这个就是那个阿帕兹的那个 Rosie 嘛，就是 Blackpink 的里面的歌手，他手上拿的这个，当然我不想要帮他打品牌啦，哈，这个国际巨星喝的，你在修港扎姐，哦扎姐，哦，他就是这张照片嘛，哈，那我们的台湾代表奥运的这个 patch， 哦，他为什么不印台积电？我跟你说经历，就是咱民间乡是供应白霞，哦，手摇茶，而且基底茶伫遮。啊，你佫看到目沙安尼摆落去，虽然摆落我唔知影讲是毋是因为文化路原因啦，吼。啊，这就是恁基本上啊，如果你看到讲哇，这拢伫咱地区内面上叮当，虽然伫排放值以下，但是你也烦恼，一定烦恼的啊。啊，到目前为止。环保局互你的这个税法，互你有当好税务任无？没办法啦，无法度啦，因为安怎讲，我今日讲一个上白的啦，是安怎阮顶个月去抗议，哦，你拄则你看到迄，哦，伊开的这个环评的会议啦，根本就是看袂起民间人嘛，伊这个会议伊就是办伫中兴新村嘛，啊，你今日你到底是啥物原因？哦，你要分化咯，你敢若想要起伫民间，但是环评的会议你办伫中兴，哦，所以真侪有问题、有想法，还是想要反对这个。哦，因为咱的民间乡吼，当然就是一些茶农之外，这个1/3的年纪比较大，是大人无法度去，是大人伊是坐游览车去的啊，所以大家心内作郁的啊，就是讲你连上基本的尊重拢无做。所以你头一开始你就讲丁书香，你无赞成？无赞成啦。哦，安尼吼，我先和议员，吼，议员你来讲看卖，恁赞成？你赞成嘛？吼，你基本上赞成。咱是倒位算出来？我保利国成人来。保利国成人来，咱离民间才偌久？离民间差不多开车差不多爱50分啦。50分，还佫算遥远啦。但是议员，我讲互你听吼，咱吹出来风吼，大粒的吼会沉落去，细粒的会飘较远哦。无得个飘较拄好保利去哦。是。啊，你的意见？我意见就是讲，因为这南投县的粪扫已经存在10万年，拢无解决啦。甜。吼，拢无解决。啊，即摆目前县内拢讲囤30万吨，啊，这会免啦。过来114年的时阵，民间乡家己的垃圾掩埋场自然烧4点钟，啊，烧4点钟，烧出来这就差不多当咧焚化炉5年啊啦。啊，逐乡镇拢爱解决。啊，是要用力打，大家我甲问起来，基层拢赞成，咱家己南投县爱家己起焚化炉。基层拢赞成是包括民间乡。大多数的人，大多数咱听到的啦。啊，有问到民间乡的人。民间的嘛有，一定嘛有赞成的。哦。无像你有迄咱讲实在话啦，有的嘛有啦。不，我先和议员讲完吼，咱顺序来，来请。就是讲大多数的人吼，咱。有当时啊，声音较大，都无一定讲拢是大多数的声音啦。有当时啊，赞成的声音是无讲的。所以你对这个需求面来讲，是实在是无法度。逐工哦，我看这个资料啊，逐工270栋，吼啊，已经囤到走110栋啊。目前现在南投县30万栋啦。30万栋。对。啊，若讲焚化炉起好。逐工还佫250栋嘛吼，拢逐工你拢产生出来这个粪扫嘛，但是这是咪佫中超30万栋，这焚化炉若起好，有可能要8年才10年才消化掉。所以讲你即摆无解决，你甲想啦，一个民选的县市长，伊会遐讲，我第一任我就来杀，要来起焚化炉，要来互激价能互抗争。所以讲有当啊对的代志爱先去做，伊这。南投县大家拢真痛苦啊！你有烦恼讲这大恶性的问题无？
有，但是即马我想，因为全台湾有26座的焚化炉，有诶拢已经运转20年啊。敢若安尼话吼，当然即马我有听讲环境部每年佫修即个法令，就是讲哦排放的许可会佫降落来，所以讲包括即个设备上，应该比20年前的焚化炉会应该是会较好。啊，照安尼讲的话，即马这26座拢咧运转。 规台湾就拢差不多拢焚化炉，拢大后先啊啦。差不多规拢漫步伫规台湾啊嘛。你是以常识、以通则来看讲，安尼这应该是可以。是，伊就是讲照世界环境的这个排放标准啦。啊，这事实有影吼，我读一个资料，这个吼，但是这是环保局吼所提供的啦，讲吼长期检测的结果啊。 台北市内湖、木沙、北投焚化炉周围世界吼土壤、空气、食物、大恶性的浓度建立计划，讲吼大部分拢符合着相关的这个规定啊，吼，这是经验论啦吼。但是会惊就是会惊咧，我要请吼线顶的看科学性的解说是啥物吼。歹势两位吼，稍等，我要来请咱线顶的咱的蔡老师。 蔡老师吼，我甲你请教吼，因为你是土木专家吼，咱起这个焚化炉吼，这个他都我有讲，差不多400度，差不多200度至我看的资料应该是差不多200度至450、400几度哦，差几度到几度，250到400度吼，会产生着大恶性。 啊，若烧到1000度以上，迄就无问题。啊，咱的焚化炉是烧几度？850至1050。850至迄是起泵是850。稳定的温度。稳定，啊，那无爱烧到规期烧到1000。会啊，所以你知咱政府吼，咱迄个环境部其实伊对排放标准吼，伊有定迄个带导性的排放标准吼，在民国87年左右，大概迄个所在开始定带导性的规范标准啦，所以即摆每一座焚化炉伊咧烧伊的温度控制拢会以成为带导性的标准来控制，所以你讲850至1050，迄是焚化炉的基本的条件的范围啦，但是伊的烧的控制。 嘛是爱以大澳新伊的迄个产生的量爱会当合格来做控制，所以若有需要，伊烧到1000度以上拢有可能。这是头一个吼。啊，那么1979、1982，甚至是1999的木沙的焚化炉，是因为温度无够，所来产生大恶性。所以即马若是起新的，大概。 应该无问题，是安尼讲吗？所以我拄有讲民国80几年的时阵咱台湾84年一群起25间的25座的焚化炉嘛一开始其实无管制迄个带后新啦，就是尾啊发现带后新的问题，所以开始管制。那管制开始的时阵当然每一座伊咧烧，伊就要去考虑到伊的技术。 伊爱去改善技术，互伊烧出来带后新会当符合咱的迄个法规的标准，所以你若真个焚化炉伊的带后新若无法度达标伊真个焚化炉早就无法度继续营运啦迄是旧的啦新的焚化炉其实因为新的伊的能效是上好的所以伊的即个迄个。 带后新的产生量的机会会比旧的来加足少的啦。老师，根据我所知其实烧到1000，理论上拢无问题，但是实际上咱的本数炖落去了其实内面敢若咧烧金纸共款。咱若去看迄香火较旺的，你就知，迄炉内面迄中央拢无烧头呢，无烧头，半烧安尼迄才是无到800度以上，无到1000度。这种代志是要安怎来处理？有技术上头来克服？
焚化炉的设备吼，有一点叫做流动床焚化炉会将你拄仔讲迄个中烧袂透迄个问题吼，甲解决啦吼。因为伊咧烧的过程中，伊的炉体内面会流动嘛，所以伊会散开啦吼。所以另外我要搁解释一个代志来讲吼，现在我会讲即摆技术甲较早无共款吼，因为焚化炉要烧的进程吼，伊爱先分类吼。即摆新的技术吼，伊的分类拢分了足幼的。哦，你像咱上高产生戴奥辛的，就是咱的 PVC 嘛，迄个 PVC 管理大家拢知啦 ，PVC 材质是上高产生戴奥辛的啦，吼。所以其实即摆有从光学分选吼，伊会当从戴奥PVC 的迄个材质吼，甲拣出来，吼。所以即摆会当用即个分类的技术吼，将即个会当咱产生咱有过滤的即个物件吼，甲分出来，莫互落烧，吼，安尼来减轻咱对环境的负担。若火呼咧？火呼就是火呼两种嘛，一种就是地渣，一种火灰嘛，对吧？那火灰部分就是咱，就是你主持人你讲的，咱迄个咧烧的过程中吼，伊伫空气内面吼，咱甲掠落来，遐个悬微粒子啦，还有这火灰啦，吼。火灰的物件较早拢是用固体固化，就是用阿门头来甲固定起来，较大啦，吼。但是因为技术愈来愈好，迄个即摆拢碳捕捉啦，吼。即摆拢用掠的啦，吼。掠本来拢会掠落来，伊拢有迄个滤带啦，吼，旋风集尘器，伊有迄个设备吼，空气污染防治设备甲掠。老师，歹势，掠落来要等咧倒位？所以我拄有解释，掠落来本来较早是拢甲控阿门头，甲固定起来，摕去带，当然要带进前要先测讲伊袂搁流出来，浸水袂搁流出来，确定讲伊袂搁流出来，安尼，但是即摆因为即个技术愈来愈好，火灰的内面的迄个成分愈来愈单纯，所以即摆真侪火灰拢会当摕去做再利用啦，所以有诶已经有迄个技术，火灰会当摕去甲阿门头甲做伙来去除有诶无诶所以火灰即摆将来火灰会行为再利用诶路会愈来愈侪。在这一厝诶焚化炉要安尼用吗？县政府当然，阮是希望县政府会当安尼用啦，爱往这个方向去处理啦。若是讲到因地农民间乡上在乎诶，就是你这风一吹，你甲我讲咧，这质大恶性的这个成分搁较低，我嘛是感觉，因为我这山谷内面风拢透袂出去，拢来讲咧，我的地壳顶头要安怎？老师，你有啥物话通讲？其实主持人拄仔一开始有讲嘛，其实咱大澳这个问题从足早就已经发现啦，台湾发现大澳这戴奥辛基本上伫土内面有戴奥辛迄是拢真长期累积落来的物件啦。你也是空气咧对流啦，空气咧对流其实咱的戴奥辛到底每一个所在来的戴奥辛，产生的戴奥辛到底是为对来的，到今无人会当证明，嘛无人会当讲伊为对来的，嘛有可能为对真侪所在拢有可能因为空气咧对流是无介质的，所以伊的来源无一定就是讲为目屎，是无一定讲为对一间，嘛有可能目屎的当初的目屎。这就麻烦啊！这有诶是导友，毋是冰刀啊。所以这个物件，所以咱嘛是爱我的观念就是爱照政府的规定，咱焚化炉的操作爱符合政府规定的戴奥辛的标准啦。那戴奥辛的标准其实每年会搁降，会搁降，会愈来愈严，因为即摆焚化炉的技术愈来愈好，所以要达成这个愈严的戴奥辛的可能性会愈来愈悬。好，老师，如果你若有兴趣刷来这看守台湾的这个贾老师也在现场，也许你小等有话想要来对话，你留伫线顶会使来，咱来拜托咱贾老师。我必须强调焚化炉排放的污染不只是戴奥辛，它还有重金属，然后它还有就是说一些新兴的污染物，比如说 PFAS，
好，那个全佛多氟烷基物质，哦，这些它是那个几乎无法分解的化学物质，好，而且它是清水的，它可以跟着水跑。跟戴奥辛不赶快一起也累积在我们的脂肪里面。但是那个PFAS的话，它会就是跟着水跑。那重金属是无法焚化的，好，无法破坏分解的，所以它也是会从焚化的烟囱排放出来。好，那我们反对这个焚化炉盖在民间，我们同时也要请问，就是蔡老师说，如果焚化炉的污染危害都可以降低那么多，那为什么一定要盖在民间？民间这里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哈，其实是一个农业生产重地，就好像说我们讲说核电厂。哦，假如是你的意思是讲，一定要起伫农业所在吗？对啊，你会使起。咱难道还有其他的所在无？它有680公顷的城乡发展地区第2类之3，迄就是国土计划法要求，就是规划用来作为未来开发的储备用地。那你为什么选择在特定农业区？这里是特定农业区哦，这是算特定农业区。所以伊搁要改变这计划。对啊，伊个是优良农地呢。哦，这优良农地。对啊，你若要起优良农地，你也不爱起伫迄个城乡发展地区，哈，那城乡发展地区的是作为以后，比如说工业区的那个开发储备用地啊。家吼，那是特定农业区。伊其实是一个地下水库，天然的地下水库哦。好，那你敢有听过水库管顶咧起焚化炉的？哦，你讲下骹的这地下水真充沛。伊这是焚化炉的所在嘛吼。这一民族大桥，这一个隘口吼，这中央吼这一个车龙埔断层，这一个八卦内林背斜，吼，伊下骹就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掩体，好，就是说，他把这个民族盆地的地下水，哈，就是有一个地下的蓝河堰，它有一个不透水的一个地下的蓝河堰，好，那它底下是浊水溪冲积扇，好，那浊水溪冲积扇它的雨水的补助。好，地下水补助是，但是伊这是不是伊还搁咧进行着环境评估？对，还搁有嘛？你有通去参与表达意见？3分钟。哦，一人3分钟哦。根本都讲不了。哦。你不如来阮家讲啊。对啊。好，这地下水补助功能很好。我正式来邀请咱柯馆长吼来咱节目来好好讲。好。一样的好，好，那它甚至可以补助这个浊水溪冲积扇的地下水，好，因为地下的含水层深达400公尺，好，那个水利署跟地调所当年的地校所都有说，这个是老天送给我们最好的地下水库，好山好水好景对啊，你讲啊，我安尼回去啊你。焚化炉的问题，不是讲你有空气污染防治设备就好啊，你有操作好，你那个操作的好不好，它也会决定它的污染排放。你戴奥辛1年只检测2次，你怎么知道？你1次才6个小时，2次12个小时，其他8000多小时，你到底在排放什么？它的重金属多少？戴奥辛多少？没有人知道。好，而且中立的那个焚化厂，高雄南区的焚化厂都有发生过那个垃圾除坑的火灾，好，而且可能不止一次2次。火灾的时候，那个是就是好几吨的垃圾在里面这样燃烧，跟垃圾场闷烧是有过之而不及。管理上嘛会形成一个负担就对啊。对啊，然后你为什么一些水源的保护区法律都禁止在那边
做一些废弃物或污染性的工厂。好，就是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防治污染，是因为怕有一些意外，我们这么好的地方承受不了这样的风险。这嘛就是理由啦，吼。对啊。咱来先听吼，这这地人吼，人伊的心声吼，来详细来请。恁主要你家己主要反对的理由是啥物啊？虽然网络顶头你讲了真济吼，小整理一下。反对的理由啊。首先我可以讲一下我赞成的原因嘛。好，没问题。像今天黄议员有一部分我是蛮赞成的，就是支持的声音都没有出来。那我就想问，为什么支持的声音不愿意出来？譬如像公听会，为什么县长这么想盖这个焚化炉好了？那为什么他不站出来跟环保局长一起表达盖的意向，甚至跟整个民间的乡民好好沟通这个事情？有影，你来鼓励馆长，阮敲电话馆长，足哦。然后，阮的同课先生哦，杰克吼，哇，画叉叉，画十几个叉叉安尼，就找人找不来。拍谁来抢？就是为什么啊？因为就我得知，昨天其实邀蛮多人的嘛，其实包括甚至我最爱的李义书局长也邀了嘛，然后西民村的村长也邀了，然后西民村的有一个退休人士受中央社访问的那个什么吴姓乡民也邀了，但我比较纳闷的是，为什么所有这些赞成人不愿意站出来，还是说是不太敢站出来呢？对，那今天主持人黄主任也提到啊，就是为什么我反对，我可能反对，我可能也支持，但如果硬要我一个反对的理由哈，就像我们蔡教授刚刚讲的，刚果是照原话啊，一起供了，很少 dioxin。那我就问，这个很少 dioxin 最后是谁吃下去？我就只问这个简单问题啊，谁要吃下去？如果纳西今天这个焚化是盖在一个比较偏远，或是本来就是工业污染区的地方，那没关系嘛，因为那本来就生产工业，呼呼的真爽，对吧？安尼就好啊嘛。但是今天还不是盖在像木栅那样的单一茶区而已啊。今天盖的地方是给全台湾民众都要喝下去的一个地方啊。那我刚刚稍微画了一张小图啊。那这4000吨的茶，大家知道民间香啊，其实它是一个钩子，它是被八卦山脉包覆起来，它是一个小钩子。然后呢，我们这个预定要盖的焚化器盖在这边。原本台湾的空气大概就是夏天的时候是最干净的，因为西南气流的关系。但我就问一个小问题就好，现在就盖在这里，西南气流一上来，最后全部进入南投市，再进入民间，最后全部卡在这里。我是不知道这个我要怎么赞成下去啦。我是觉得新民可能没关系，因为反正是西南气流吹上去嘛哈。但是最后全部卡在这个，不就靠南投区的人先塑料了。如果他们的肺活量够大，有机会啦。咱先和讲完啊，来。对啊。我补充一下啦，基本上想到迄所在无适合，一个原因就是讲10月10号呢，咱县政府嘛替咱做一个最好的实验吼。差不多2-3天前，一个南投市的朋友来我遐坐，伊甲我讲吼，想到焚化炉要起哩啊！我讲想到你南投市的关心这啦。伊讲10月10号国庆烟火耍，我们讲国庆烟火，放的大家爱看嘛。你来讲放耍了第2天空气歹，我嘛认同，因为迄一定是有垃圾的物件嘛。伊甲我讲，想到叫我讲你想到有这个想法。这个是那天放完烟火的这个，他跟我讲说，因兜的空气滤净机啊，叫4天，改4天，改4天，原因是啥？对讲，你今日烟火放耍，大家爱看，第2天改，咱阁讲会过，改4天的什么意思？就是讲，迄个空气飞袂出去，
因为呢，因为民间乡南投区，都是你从南部往北看的话，左边是八卦山，右边是中央山脉，伊是一个山凹的地形。所以这空气真正走不出去啊。了油加种间隙的所在。对啊，所以他说所以那天就是整个国庆烟火完以后，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有感，就是说这个地方适合嘛，因为你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焚化炉，他们盖在海边啊，或者是底刷头，就是它的空气的扩散效应是好的。啊，咱家这规年趟你都迄叫啥微啊风啦。就是讲风无大嘛，你若讲今日焚化炉，你起伫风真透，要偏大家当这来偏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就是讲，即工真正嘛要感谢县政府啊，争取这互大家知影讲，民间南投无适合做焚化炉。因为飞袂出去啊。我唔知影咱蔡老师伫线顶有通好来回答这个方向的问题。不过我爱先和议员来讲一下，你家己看因大家意见，譬如讲他都详细讲的，就算一丢一买一点点啊，上后尾是啥物来食？咱敢买？虽然这官府拢讲这安全级，这食落去，而且是全国性，咱的地拢消息全国、全世界。这要安怎来破解这个讲法？首先，我要强调南投县13乡镇，各乡镇拢有农特产啦，大家乡镇拢会丢掉啦，拢有这个农作物，啥物拢有，但是即马我拄则有讲啊，就全台湾现在进行是焚化炉嘛，拢咧用啊，嘛拢有咧用啊，但是他像蔡教授讲的。这代人到底是焚化炉产生出来，还是为倒会飘来？无就爱有证据嘛，按数字来讲话啊，就大家拢找无数字，找无证据。问题南投县本所即摆就爱现来解决，无解决，就是连伊草屯的堆置掩埋场自然回收，换民间连伊就个自然回收。南投市嘛有。南投市嘛对啊，都3、4。都乡长咧做议员，他们讲风火台的。无乡长咧做议员，就甲咱共款，就讲南投县要有一个焚化炉，家己的本所家己烧咩？到这要用力打就是要评估尔嘛。但是议员，你讲的就是重点是无评估，重点是无评估。咱先来讲，环评地还未煞，主要是选址。是安怎环评？敢若环评民间，这阮无法度接受啊。本来有3位啦，本来有3位哦。议员，你无讲我偏旁者，佫最顶的，佫多2位，佫多2位，佫有2位吼，咩草屯啊？我印象中我有看到安尼啦吼，当然。你有眼到？嘿，但是感觉是讲民间迄个所在，就是讲，迄个砖头拄啊嘛人口数嘛较少啦吼，可能嘛有小可沟通。重点是讲，若是讲伫遐排放的标准，若符合环境部明年。有下修迄个标准，对于咱遮袂使。你若讲安尼话，到即马台中5基火力发电厂嘛烧，东北季风吹过来，嘛是着南投啊。不管要着南投、着民间、着玻璃，嘛拢倒啊。迄烧土炭的，甲这无我意思是讲，即马南投其实嘛有当空气嘛拢硬蓬蓬，焚化炉还袂起哦。共款啊，嘛是焚。硬邦邦是外口吹倒来啊！共款是共款，但是咱就爱专门针对这个文化咯。我会当理解议员所讲的。贾老师，你安怎看这个代志？我感觉讲吼，像大多迄个乡长提迄个国庆的案例吼，整个南投都是不适合盖焚化炉啊。那我们要处理垃圾问题，不见得需要焚化炉啊。不见得需要焚化炉，南投需要就接烧一烧。我这样讲，咱无一定爱用焚化炉啊，用焚化炉是一个违背国家政策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因为咱国家的政策是啥物？循环经济嘛，零废弃啊。那循环经济零废弃是强调源头要减量嘛，然后回收再使用再利用嘛。好，那先看一点哈，咱南投哈。这几年来，为2012年到2024年，这厨余的回收量一直落去啊，然后呢，需要外运处理的这个垃圾量呢，还真是增加
它是人口比较多，还是观光人口比较多？没有，人口是在下降，好，然后它的观光业呢，其实也近年来也不是很发达，好，尤其疫情增加，所以其实南投在资源回收、厨余回收都没有做好，好，从这些图可以看得到。那垃圾需要外运的不只是南投啦，哦，现在离岛也是。那金门哈，我以金门为例，因为金门在这几个没有垃圾焚化炉的县市表现最好。因为你看以这需要外运处理量，在2017-18的时候降了40%。为什么降？因为2017的时候，它外运的垃圾像南投一样被退回来，跨海到台湾本岛就退回来。因为环保局长吼，遮紧张的。伊就下令讲吼，伊冒着那个乌纱帽被县长摘掉的危险，下令各乡镇要好好的给我做垃圾破袋稽查，厨余要好好的回收。所以你看它厨余回收就增加了，垃圾量减少了40%，哦，比2012到2017年的平均。这招吼，俺知。但是有当马上解决即摆因到处粪扫安尼烧的这个问题无？这是一个前提哈，你也把垃圾的产生量降下来，该做就爱做。咱要迄个处理的问题就较少啊。那要处理，比如说现在260吨，如果能够减少40%，可能就剩下100多吨了。好，那它外运的量起码嘛是160吨啊，吼。啊，都有你也要自己处理，嘛是有新的技术哈。新的技术不是像先进的焚化炉工哈，是产生一点点戴奥辛，它是没有焚化，它没有焚化就不会产生戴奥辛。好，是什么技术？用仿照大自然制造石油、煤炭、天然气的技术，就是用高温高压的水，这个高温高压的水没有很高，大概就是我们工厂它在使用的那个蒸汽、中压蒸汽的温度跟压力而已。好，在这样子的20大气压210到260度 C 的水，好，去接触那些可燃的废弃物，老师，这技术刚有开始商业的运转，今麦已经有用来处理粪扫啊，比欧洲或者在日本，它都有这样的技术。这样的技术甚至可以用来处理 PVC 含量很高的医疗废弃物。那医疗废弃物它的 PVC 含量很高，它可以把这个氯跟碳氢化物先切开，就是切断，那把它分离出来，所以剩下的碳它的氯含量就很低了。假如是他讲一个重点哦，会烧出来这个大亚性，主要是你的这个物件里面有这个氯吼，这个化合物烧到大亚性吼。我唔知咱刷顶蔡老师还佫知无？蔡老师，他都有2个问题，基本上吼就是详细他讲，就算讲一麦麦一点点啊，这要食，是啥要食？还是讲咱？做这个工程的人，咱有一种思维咯，咱来科学性，这食落去都无排害，就袂要紧，大家都爱安心，这是头一个。第二个，较短，这个看守台湾的，咱的贾老师也讲，即摆有这新的技术啦，有通高压压缩起来通好来完全把这个氯拢提起来，来切断，袂产生了大压性。这恁2项，再拜托蔡老师。我的看法啦，因为我为学术的角度来看啦，拄仔讲的高温高压迄个技术可能是技术之一啦，但是目前全世界目前应该拢在试运转尔啦，另外一点真重要咱要高温高压，是不是要更大的能量来让它产生高温高压？那是不是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那我们焚化炉，其实上因为它现在的焚化的趋势都是转废为能，所以我们是把焚化炉处理垃圾，把它转变成发电，所以它跟
我们这种高压、高温、高压、高耗电来讲是背道而驰，是不同的方向啦。哦，所以，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是去采取一种可以减少我们整个碳排放的技术啦，而不是去使用一个高耗能的技术啦。这是我的看法啦。是。你讲，物件要上架，大家拢食，每一个人拢有食。我讲咱台湾足少啦。讲实在，你莫讲为目沙啦，无听为大陆对华小的物件拢有可能飘来咱台湾啦。因为我都有强调过，空气无界限啦。无界线，伊甲水无共款。空气无界限啦。所以到底这个物件，有一个环保署要找我做一个计划，要叫我甲鉴定讲，这个悬浮微粒是为对来，要叫我为内面的成分来鉴定悬浮微粒为对来，根本我哪有可能鉴定的？做无可能，那技术就算有，只能做出一个大概而已，没有人敢说，无人敢讲，这个戴耀星到底是为对来。拄好佫有咧讲来讲咱烟火，你用烟火这个代志来记录，我是感觉，就甲咱焚化炉有迄个空气污染防治设备根本完全无共款的两件代志啦。你烟火你是现放现烧，伊完全就伫空中爆炸产生烟火嘛，甲咱焚化炉经过空气污染防治设备再排放出去，符合法规标准，这是两件事情啦，你讲南投，你讲南投，你讲人别人是挖海，咱南投无靠海所以你看，咱不管是设置对一个乡镇，伊空气标起来，你若大家感觉讲，咱的国家标准不可信，那没有一个焚化炉是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啊。那照你们这样讲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安心嘛，对不对？所以烟囱这摆真大的问题。咱南投真侪最大的问题就是露天燃烧啦，所以露天燃烧才是暂时迄戴耀星伫迄附近会造成沉伫迄附近，伊伫地面上燃烧，所以地面上燃烧的扩散效应小啦，扩散效应小，所以伊飘伫迄个小的点的附近啦。但是焚化炉因为一般焚化炉伊也有用烟囱。伊的烟囱会一般来讲是高烟囱，所以透过高烟囱在高处会有对流的情况下，它吹出去反正是吹得比较远啦，反正是吹得比较远。那过来我要补充一点来讲，根据我所知，咱管府的做代志，包括这是法令有规定的啦。今仔要做一个焚化炉，要起一个焚化炉，无可能讲直接甲指定讲民间啦。伊一定是要经过一个选址的评估啦，一定有一个选址的评估报告出来啦，所以我是建议讲，你会当甲管府这个问甲管府问讲对，我嘛真想要评判讲另外两个是倒位，迄过程是啥物呢？蔡老师你拢无参与这嘛我无方便讲啦，但是我建议，因为这应该管府来解释，管府来解释讲恁是安怎评估的。蔡老师。我想要一个问题，甲你请教，你认为到目前为止，县政府甲当地的居民、甲全县的县民的沟通的技术好还是歹？有改进的空间无？好，安尼我知影。因为讲实在安尼讲啦，我有去参加我有去讲迄个伫民间因为伊即个案是要做迄个。BOT 的案嘛，BOT 的按规定伊爱有公听会啦，我有私底下去听迄个公听会啦，但是我发现就是讲咱沟通定定有障碍啦，因为咱反对方因嘛无法度讲真冷静落来听大家迄个解说佮讲话啦，所以我迄天听咧，我听到一半我就走，因为我感觉那安尼落两方只是在吵闹的过程中没办法好好的静下来，静落来好好沟通协调。是。安尼其实是做无彩啦，这嘛是我感觉讲将来若有机会不管是县府还是讲咱林间乡的民众其实大家应该是好啊坐落来好啊开讲
哦，唔是用迄个。老师，下次你来阮，下次你来阮公司台机台来开讲啊，啊邀请这个馆长到阵来嘛。是啦。吼，再拜托甲阮用一下。吼，感谢蔡老师，因为时间因素，我必须要有熊先生吼来讲来，熊先生来请。我刚听了一下，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我曲解你们两位的意思啊。我作为一般民众，我刚听到的感觉都是，在地那边，反正第一个点哈，第一个在地反正已经有污染了，所以再盖一个，可能是没关系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哈？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您也提到嘛，跟说有数据嘛，我们这个讲求科学嘛，讲求一个数据的时代。您说要有数据，但问题是哈，我就问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数据啊，必须要盖下去才有数据。那盖下去之后，数据出来了，好，那开始造成实质的危害之后，这个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是这两个点。我刚听下来，无论是蔡教授还是黄议员您说的，我大概是这个感觉哈。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两位哈，甚至可能反对方，我们可能都太把这件事情当成只是地方事务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太把它当地方事务了。这个真的只是地方事务吗？譬如像我们的陈乡长，他刚刚拿出 Blackpink 那个50兰，50兰是只有南投人、只有民间人在喝的吗？还是它是我们全台湾人在喝的东西？对，那当然，刚刚赞成方也有提到选址的问题哈。选址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我这张拿到的资料上面当然是写符合法令、土地面积、取得交通、避免环境敏感等客观条件啊。那当然，这个客观条件的设定的前提就是呢，它是在所谓的容许范围内，但他并没有想说这个容许范围设定的地理地点到底在哪里啊？如果这个容许条件是这样子，那它设定在一个不会危及到全国民健康的地点，那可能真的就是 that makes sense， 就是可以嘛，有道理啊，因为垃圾去化的问题确实是需要解决的。但我作为一个一般市民啊，因为我是台中人嘛，我现在这样看下来，我个人感觉了哈，我就是个人感觉而已，这是不是不太客观？我现在看下来，这个事情跟那个目前潮厝有个焚化炉的事情，无论是潮厝的焚化炉，还是民间这个焚化炉，我看到的只有2个字，就是方便而已，叫方便条件，就方便，就是我盖这里我比较方便啊。就是红，那对哦，就是第一是这样方便，第一点是这样子。第二，我选在一个比较卡无人反对的所在啊，就是甚至很不很按人家老师有讲，下卡是地下水库。对，就是这真的是客观条。我越看这4个字，我越个问号越来越在我头上越来越大，你知道？它真的是客观条件吗？然后这又回到另外一个跟黄议员绝对有关系的事情。现在埔里那个垃圾掩埋场，它也是选在一个我看就是对政府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垃圾掩埋，它是水源地耶。咱埔里的这个粪扫场是伫水源地啊？不是，伊是一个农林公司来甲县政府请的叫营建废弃物处理厂啊，要申请迄个。迄是水源地，遐上游啦，上游啦，上游啊，就几条。无，迄当阵因是讲吼，这支路啊烧烧的吼，遐个富要摕去遐带。迄当阵李秘书是安尼讲的，确定是安尼讲的。无啦，我要摕去恁埔里带啊！我伫议会，哇，你绝对甲伊拼啊！绝对拼啊！但是我伫议会有讲，咱即摆南投县的粪扫摕去高雄，摕去宜兰，摕去台北苗栗烧，遐有迄炉渣。就是地渣啦，地渣嘛是爱处理，即摆目前就是坑伫高雄有一个掩埋场。我就想迄个坑2、3年坑，无啦，伊讲佫足久的啦，所以我继续坑伊遐就会使啊。那个快要满了，那个快要满了。来，上后尾这小小叫人村就1分钟拍摄来。OK， 好，
今天大家都在讨论处理垃圾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去真正的讲到说这个东西对茶叶的影响。茶米是一个真特殊的物件，因为种哦、甲采收、甲制作、甲变作食品，这个过程内底，你敢有看过伊洗过？你有冇看过伊洗过？啊，伊讲的，你你拄则，你相信唔捌洗过嘛？唔捌洗过啊？什么洗过？茶米啦，茶米，免洗过啦。免洗，所以我拄则讲一个，你们刚刚都在讲戴奥辛重金属，他袂讲迄粗物件掠会掉，但是一寡掠袂掉的物件，它变成食品上的致癌物质的时候，迄掠袂掉啊。啊，我拄则安尼听听。